好啦，嚟到會考 factorization 最 MC 題目嘅最尾嗰版啦。咁咧2000年第2條啊。好啦，咁呢條咧你又要睇得到咧，佢又好好人咁樣，其實佢就同你 pair up 咗嘅。咁一開始咧，前邊嗰兩嚿抽個 x 出嚟，跟住就會見到係 x 減1啦。後邊嗰嚿咧抽，但見到個負號喺前邊，中間有個負號喺前面。咁我哋咧就應該抽個負 y 出嚟嘅。抽個負 y 咧，前邊就變咗正 x，後邊咧就會係負1啦。咁由於咧前後都有 x 減1喺度咧，咁我哋再掹個 x 減1出嚟，前邊剩翻個 x，後邊仲剩翻個 y， 咁我咁樣就做完啦。所以 x 減1，x 減 y。A 嚟嘅。好啦，2003年39條嗱，咁呢條好明顯你見到咧，其實係兩個三次方相減啦。嗱，前面嗰個 x 三次係 x 三次啦，後邊咧咁你要睇得到咧27咧其實係3嘅三次方嚟嘅。其實你睇下邊啲 choice 都已經知道咧，其實佢應該係3嘅三次方嚟嘅，所以我哋咧可以將佢轉做3 over x 嘅三次。然後用翻三次方嗰條公式咧，寫多一次出嚟啊 ！a 三次減 b 三次咧，就係呢個 a 減 b，a 2次加 ab 加 b 2次嚟嘅。好啦，咁我哋用呢條公式咧，就係 x 減3 over x 啦。然後咧就係 x 2次，再加翻 x 乘3 over x。再加3嘅2次係9啊 ，x 嘅2次係 x 2次咧就會係咁樣啦。然後咧將兩個 x 約咗佢，所以個最後答案咧，前面嗰嚿照抄，後邊就係 x 2次加3再加9 over x 2次。所以個答案就應該係度嚟嘅會係。好啦。2006年第4條啊，咁條題目咧又係啦，非常之好人同你 pair up 咗嘅，前後各兩 pair。嗱，前邊咧就抽個 r 出嚟啦，咁就剩翻 p 加 q 啦。後邊啦，每次啦見到啦中間有個負號咧，我哋都應該係抽個負出嚟嘅，今次係抽個負 s 出嚟。咁後邊咧就剩翻 p 加 q 啦，又係 p 加 q。咁由於前後都有 p 加 q， 掹個 p 加 q 出嚟。後邊咧，唔係前面第一嚿仲有個 r 喺度，後邊嗰嚿仲有個 s 喺度，所以咧個答案咧就係 A 嚟嘅。好啦，嚟到2008年第5條啊，佢問你咧，以下1、2、3邊一個咧係有 x 加 y 作為一個 factor 嘅因式啊？因式，試下先，因式。好啦，咁第一嚿啦。第一嚿咧，其實直接可以拆啦 ，x 加 y，x 減 y。好啦，咁拆完咧，拆完出嚟呢兩嚿都係 factor 嚟嘅 ，factor 因式。CTOR 因式。咁好明顯啦 x 加 y 就係佢其中一個因式啦，所以咧第一個 choice 係啱嘅。咁第二個咧 x 兩個二次相加，我哋係唔識得做因式分解，所以呢個就錯緊嘅。呢個係錯緊嘅。好啦，第三個咧，嗱前邊嗰半 part 咧，佢同你做 fact 好咗，抽咗 common factor 出嚟。後邊咧，你掹個負號出嚟，又會見得翻 x 加 y 嘅。咁由於前後都有 x 加 y 咧，咁我哋就掹個 x 加 y 出嚟啦。前面仲有個 x，後邊仲有個1，咁所以咧佢個 factor 咧，因式咧就係 x 加 y 同埋 x 減1嚟嘅 factor。做完 factorization 得出嚟嗰啲咧，全部都係 factor 因式嚟嘅。咁你見到有 x 加 y 啦，咁所以咧第三個選項都係啱嘅，所以個答案咧就應該係 C 嚟嘅，13。好啦，最後一條啦。好啦，咁呢條咧就係又係啦。咁咧你就要諗下呢條題目要點樣去 pair up，咁先可以
識做咧？嗱，咁咧可以，咁呢個咧嘗試下我哋將頭嗰兩個試下順住個意咁去排咧。頭嗰兩個，如果你抽個 A 出嚟，咁就剩翻 B 加 C 啦。後邊咧，後邊嗰個你會發覺係抽唔到嘢嘅喎，負 A 二次減 B C 係抽唔到任何嘢喎。所以咧應該就唔係 A B 同 A C pair up 嘅，咁呢個咧就應該係錯嘅。咁點算好咧？咁我哋試下 A B 拍下 A 二次啊，試下 A C 減 B C 啦。咁呢個我唔知啊，冇辦法好明顯咁樣睇得到咧。咁唯有逐個 pair up。咁其實你最多都係試3次嘅啫。好啦，咁我試下呢個啦。咁 A B 減 A 二次咧，你抽個 A 出嚟，前面仲有個 B，後邊仲有個 A。好啦，後邊嗰嚿咧，如果你抽個 C 出嚟咧，咁就咧會見到咧前面仲有個 A，後邊仲有個減 B 喺度嘅。好啦，咁呢個其實係比較接近嘅，一個 B 減 A，一個 A 減 B。咁點樣可以令到佢哋變成一樣咧？咁有個小技巧嘅，就係咧你抽個符號出嚟，嗱，咁我睇一睇個答案咧，有 A 減 B 啊，有冇 B 減 A 啊？個答案嗰度我睇唔到有 B 減 A 喎，所以咧，咁我咧就將個 B 減 A 轉做 A 減 B，咁我掹個符號出嚟，入邊咧就會轉咗做 A 減 B 噶啦。咁點解會咁樣咧？咁大家可以諗一諗咧。如果個符號乘翻入去啊，咁咪符號乘翻入去，跟住就會出翻我哋一開始嘅負 A 二次。然後負 A 乘負 B 咧，咁就會出到正 AB 嘅。咁其實係還原到嘅條式。好啦，咁由於前後都有 A 減 B，咁我哋抽個 A 減 B 出嚟，呢個就會係負 A 加 C 啦。咁當然後邊嗰嚿如果寫好啲咧，負 A 加 C 咧就係 C 減 A 嚟嘅。所以個答案咧就係 boy 嚟嘅。咁呢條係有啲難嘅，你要識得自己排次序，同埋要識得抽符號，咁都用咗幾多因式分解運算 factorization 上嘅運算上嘅技巧嘅。好啦，咁就做完晒所有會考嘅 MC 啦。